再来看台北市中山区一间诊所的医师是涉嫌开假的爱困药的药单，予人3档来是赚超过2000万的侥幸钱。台北市卫生局甚至发现讲，这间诊所逐个月拢有开几啊百张的药单，即马检方已经咧敲找资料，专案是照医师法，也有毒品防治条例等罪来扩大侦办。也若目前这个诊所已经暂停营业。 这间伫台北市中山区2楼的诊所所在也稳备无啥好找，诊所即马已经暂停营业，因为台北地检署查出，这间诊所涉嫌开不实的史利诺斯自费的药单卖给病人。陈姓被告等人于108年起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、医师法、刑法业务登载不实等罪嫌，经指挥保护部调查局、台北市调查处、台北市中山分局执行搜索6处。 讯问被告5人。检调查出，这间诊所自2019年开始到2021年，透过人头病人，一个月至少开几落百张史利诺斯的自费药单。诊所姓陈的医生，搁再把这款药单卖给民众，民众摕药单去药房摕药啊。姓陈的医生用这种手法。 不法获利已经超过2000万。检调也查出，姓陈的医生伊的后生无医生的执照，所以用因老爸的名开药单给病人，被列做共犯。药房信销的负责人是被查出，长期甲姓陈的医生合作，负责摕药给病人，拢被检调传唤。也毋过，到底这种史利诺斯是什么药啊？实名告发徐熙元、徐熙娣滥用。 史蒂诺斯。艺人大 S 伫最近也回的前案汪小菲举报讲，伊长期滥用史蒂诺斯。药师讲，史蒂诺斯会让互人较好困，即马已经列做4级的管制药品，自生产到开药啊，每一粒的流向拢要经过稽查，正摆大量的取得。药厂做多少量，然后到诊所或医疗机构，或者是社区药局，我们进到这些药有多少量，全部都是要逐科登载的，否则我如果没有登载的话，错误一次就是会罚6万。药师讲，史蒂诺斯的副作用是会忘忧，或者是记忆袂连续，长期使用可能会出现食条的情形，就要经过医生的诊断才能开这种药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